战队。太极拳的哦。来，用热烈掌声哦！来，来欢迎友善替咱表演的竞技太极拳。大家用热烈掌声来鼓励一下。哦，拍到声嘞！开始。对了。太极拳。高级的啊，也非常基本的。来，你看这太极拳呢，而且以柔带刚呢，伊咧使用的呢，柔软度，它的刚，它上半场那个力都集中在一点，这也在强身，锻炼我们的身体，给我们气血呢通路呢会当往宽，咱血路循环更好，对强身，也修养我们的品性，看这个套路圆柔架势细腻，左法灵活。太极讲究的是收放自如，引线吞吐，气生一关，气海存，收放己间，一线心。留住成引线，气透气外是用神。好，用热烈掌声，感谢咱的王永善呢，来表演太极拳。接下来呢，搁足好的节目要看，有小天使班呢，